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有冇聽過氣場？你知唔知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個能量場？約翰喺書入面詳細解釋咗乜嘢係氣場，以及佢點樣影響我哋嘅生活。約翰話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個能量場，氣場反映你嘅身體健康、情緒狀態同意識層次。氣場有唔同嘅顏色，每一種都代表唔同嘅狀態。例如明亮嘅顏色代表健康同快樂，暗淡嘅顏色就代表疲累或者悲傷。佢解釋，氣場係我哋同外界能量交流嘅媒介。當氣場強壯、清晰，你嘅心靈能力就會更加敏銳。相反，當氣場混亂或者穿咗個窿，你就容易受外界負能量影響，亦更難接收彼岸嘅訊息。佢教大家點樣保護同清理氣場，例如係透過冥想、接觸大自然、進行海鹽浴，同埋設定心靈界限。原來喺某啲人身邊會覺得好攰，喺大自然就會覺得好舒服，係有原因，因為能量會互相影響。保護好氣場，就係保護好自己心靈嘅健康。我哋嘅氣場係靈魂嘅外衣，保持佢乾淨明亮，我哋就會更容易感受到彼岸嘅光。